大家好，我係菲菲，又嚟到 Unicorn Creative Limited 製作嘅2026年香港網上商店最前沿市場推廣課程第4堂，想同我哋講咗 AI 數據個人化，希望大家已經試咗 Shopify AI 推薦插件，睇下效果點樣。今日第4堂我哋講中階實戰，影響者加微網紅種草，用2025種草閉環加 Influencer Hub 報告，教香港 Instagram 同小紅書實戰。2025年最新種草閉環模型 Seeding Reaping， 結合 Influencer Marketing Hub 報告，強調微網紅 Micro Influencers 1到10萬粉喺利基社群嘅深度種草 ROI 高過巨星網紅。報告顯示，影響者營銷平均 ROI 5.78美元至6.5美元，每1美元投入微網紅參與度高3到5倍，真實性強，適合香港 Z 世代信任 UGC 用戶生成內容。講到香港應用，2025年香港影響者市場增長14%，電商達53.4億美元，小紅書香港用戶爆升，58%用戶用嚟搜品牌產品，39%每週研究，特別年輕女性高消費群。Instagram 仲係主流，但小紅書種草轉化高，適合美妝、時裝、生活方式網店，微網紅 ROI 最高，因為香港消費者信 UGC 多過廣告。2025年香港品牌用微網紅 campaign， 平均 ROI 5到6美元，每1美元。例如本地美妝每時裝品牌喺 Instagram 加小紅書種草，轉化升20到30%。全球借鏡微網紅 TikTok 參與度8.7%，轉化高。香港品牌如用小紅書 KOC， 普通用戶分享信任度高52%，銷售自然升。其實操作步驟超簡單，香港中小網店低成本實戰。1用工具揾微網紅 ，Instagram 用 Hipsy Modash， 小紅書用本土平台或者手工搜，目標1到10萬粉 ，engagement 大於3%。2聯絡方式 DM 或用 K-Connect、Star Ange 等代理。3合作模式 Performance Base， 按銷售付費或者送產品加小費。4內容指引，俾網紅自由種草，加你網店拎折扣碼。預算單 campaign 港紙1萬到5萬，5到10個微網紅，低風險高回報。2025到2026報告，微網紅 ROI 高達6.5美元每1美元，參與度升60%，轉化率高過 Macro 網紅。香港小紅書種草 GMV 增長145%，食物每家電類用折扣碼追蹤，輕鬆計 ROI。2026年香港網店微網紅種草係王道，借種草閉環 Instagram 加小紅書雙平台銷售爆升。下堂講病毒式短片種草。喺 Instagram 或小紅書搜3到5個微網紅適合你產品，列出佢哋粉絲數、參與度、計劃點聯絡，做完留言分享。多謝收睇第4堂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Unicorn Creative Limited 頻道，下堂見，拜拜。